来看新德客运伫咧苗栗经营已经超过60年啊，原底有12条公车路线在走，不过昨晖因是发出上尾一班车，要换人来经营啊。公路总局讲，这12条的路线会继续驶，车票嘛袂起价，袂去影响到民众坐车的权益。民众走喺伫苗栗东路火车站前等因熟悉的新德客运班车，对一寡长辈来讲是因成长的基地。我是住在樟树村。看不到我们铜锣。来铜锣读书，那时候读国小4年级，我就开始做新竹客运，做到现在。除了这长辈唔甘，还有公车爸摕读册时阵的月票，要来回想读册时阵等公车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从小做到大，很有感情。然后今天最后一次，最后一天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伫苗栗地区行驶超过50年的新德客运宣布营运到15，就要退出苗栗12条公车路线。15有50外的民众赶坐尾班车来一段怀旧之旅。16开始由另外一间业者以这考坐线路行驶。新德区监理所是讲，新业者接手了后，路线、场站也甲票价拢维持无变。像苗栗地区12条路线，第一阶段是5条嘛，第二阶段是7条。等于苗栗地区分2阶段公告都是易捷科技，他获得筹备资格，所以他们也就等于也是跟新竹客运要对接。新德区监理所是讲，新业者接手了后，袂影响县民原来坐车权益。那新德客运是透过声明表示，大环境无好，也甲驾驶人力无够的影响，都爱慢慢结束苗栗新德德东关西这的公车客运的业务，嘛凸显客运业者面临的经营困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